我来各位同学，我甲恁讲，恁有偌久无甲爸爸妈妈讲我爱你？有大家讲个举手来。你来，因外国人的迄个感觉就是足平常时的。你有每天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？有啊，就是早上起床然后拿钱就抱一下。拿钱就抱。重点是要有钱嘛。你有每天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？有啊，就是早上起床然后拿钱就抱一下。拿钱就抱。重点是要有钱嘛。晚上还再抱一次。你跟妈妈一起生活是吗？对。就你们2个人，妈妈带你这样。4个小孩。哇。你爸爸嘞？爸爸在办公室。各位同学啊，咱来学伊，因为咱台湾人吼，较避暑。我就爱爸爸妈妈，我都歹势讲。来，今仔日举手，有想要甲爸爸妈妈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起码打电话给伊，安尼来举手，有想要讲的来，你来。你站，来，你来，啊，你先等休困来。爸爸妈妈咧做啥物的？做啥物工课？我爸爸开车的，啊，我妈妈是旅行社的。旅行社啦。我妈是旅行。我妈是旅行啊。迄个开车毋就拢无定伫厝。嘿啊。你即摆是甲妈妈还是甲爸爸大？甲爸爸。哎呦！离婚了。嘿啦，嘿，对啦，嘿啦，单亲家庭你是。分开生活啦。你若无较早讲来笑。我唔知影啊。啊，你会想要甲谁讲我爱你？你会想要较想要甲谁讲？甲爸爸吧。因为爸爸辛苦安尼啊，电话举出来啊，卡落。电话举出来。喂，爸。喂，嘿，怎么了？我要甲你讲，就是我足爱你的啦。哦，好啊。就是吼，我可能即摆会较晚转去啊，就是你会生气，但是我足爱你的，所以你莫生气。好啦，好。爸爸，我订位啊啦。电话也无电啊，当然。阿爸，你有我备份啦。哦。白云，你知无？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哦，你拄则咧后生甲你讲一个我爱你尔，你说想不得动车一秒半，你有带一条无？有啦。恁就来咧拍片，就上欢喜的。安尼吼。所以阿拜恁这个缘投的吼，买拢日本这个也是可怜啊。阮会甲牵成啦。好啊。有讲啊容易啊呢。对啊，一点看的啦。好，你们忙哈。哦，爸爸开车谢你。哦，拜拜。可能有人哦，有印象以来拢无讲过我爱你，甲爸爸妈妈。有人无讲过啊？唔捌甲爸爸妈妈讲我爱你的。来，你来。啊，谢谢你啊！你这，我若无记唔对，伊拍鼓的啊。对，拍鼓啊！你真甲我弄鼓啊，轻公叫安尼啦。啊，你要甲爸爸讲话还是甲妈妈讲话？甲爸爸讲话。啊，你偌久无甲爸爸讲我愛你啊？幼稚園較講過。哇！幼稚園甲即擺嘛差10檔呢，10幾檔啊吼。這攏足久唔捌講過，用講因爸爸會錯一個。咱看因爸爸怎麼反應？那是詐騙沒？沒有。我爸爸我愛你，你匯200萬給我無啊？我咧要個電話要甲攞落啊！來甲攞落。來。丟呢？要10多年啊！你也快。喂。我甲你講哦。就是我愛你。就是愛你咩？啊，你有錢無？我想要去看電影。3萬。我要看黃燈輝的電影。
哦，哎，我要包，哎，爸爸，我电话啊，我要包场啊，嘿，我做电影嘿，我要包。我若是有播电影，你嘛会使帮我投资无，爸爸？爸爸，我跟你讲，恁查某囝学长啊，白云伫遮白云来。白云大街的吗？啊是啦，我本人嘿，对，我转来母校，啊恁查某囝学拍顾表演教真好，我足感动的。所以你这3万一定爱开啦。哦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嘿啦，对，你来看。啊，你拄则恁查某囝甲你讲，伊爱你的时阵，你讲伊丢高晓？一般，嘿啦，对啦。应该是有感动啦吼。有啦，有感动啦吼。好来。哎呀，目屎用要流落来啊！啊，要先啦。啊，恁查某囝，我要看电影3万哦，你也记得哦。好啦，谢谢啦。哎，爸爸，谢谢哦。哎啦，爸爸讲啥？爸爸先。拜拜。就这样啊，就这卡啦。你甲看，我爱你就赚3万。哎呀，我超好赚啦。不用练这3万块呢，哎，真正好练着。啊，佫有啥要甲爸爸讲，我的妈妈，我来，你来。你来讲。哦，你哎，较欢喜的啦，赚3万安尼。赚3万，欢喜干呢？就练起来啊啦。我来，东哥啊，啊你是要靠爸爸，靠妈妈？妈妈，靠妈妈。看安那生那样呢？喂妈。喂。啊你创啥？在厝的啊。在厝的。哦，我要甲你讲，我爱你。啊，就安尼。我嘛爱你。你有够假。啊无钱啊？啊，当然知啊。啊你要互我偌济？1000块啊。1000块无够。无要偌济，其他人摕偌济。5万。无到。啊，我要买那个白云的写真集。拍咪。哎，妈妈你等下，我叫白云甲你讲者。叫拍咪。啊是啦，啊妈妈，我就是你讲的迄个拍咪啊啦。哎，我叫白云啦。拍咪啊，讲你拍咪啊。不好看呢。不好看。不是啦。我自己有没有出我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会知道不好看呢？哎，不过伊要摕1000、2000是在伊这。对啦，你袂歹啦。够啦。好啦，啊，拄则吼，啊，甲你讲我爱你，你有撮一条无？他没讲过呢。哎呦，啊，讲的，来妈妈讲，妈妈我真正爱你。妈妈，我就爱你耶。爱你。啊，妈妈，你听了有感动无？有咯，足感动的。你著囡仔讲想讲要甲你感谢一下，啊，甲你讲爱你，看你有啥物反应啦，安尼，袂歹啦，安尼钱有摕到，安尼目的有达到啊。嘿啦，啊，你甲妈妈讲再见先。妈妈拜拜。哇！我甲各位讲一下，咱演艺界哦有出一个孝子，国民孝子啦。伊为着吼要救因老爸啦，要帮助因爸爸身体健康啦，甲伊的肝啦切3/4安尼啦，关好因爸爸。关好爸爸啦。我本来看这个艺人足无点，你知无？我本来感觉这个艺人假鬼假怪啦，自从伊做这件代志了，我拢叫伊大个，海山大个，对，海山大个。开刀一个山大。嘿啊，我搁绑掉了呢，你看。哎呀，哎呦呀！你讲你一出院，第2天、第3天就拼去录影。今嘛，我斗阵录，我讲啊，你真正欠啊多啊。好啦。哎呀，敬业啊，敬业啊！你讲答应啊，今仔日嘛是啊，这个节目伊答应，一定爱来，对啦。所以真正有欠较济掉啦。你有甲爸爸讲过我爱你？其实我顶礼拜就甲讲过啊，因为伊的肝的状况是足危险的。我讲正经的，因为伊原本是无爱我管好伊的，已经甲迄医书拢写好啊。我感觉爸其实是冤家啦，冤足济工的，因为伊是淡淡伊讲甲讲好啊，而且个反悔讲无爱，因为感觉迄种冤气反倒。我爱啊。对啊。其实我嘛一个淡薄想起，我讲我伫演艺界一世人，我已经做谐星，互人笑一世人啊。我敢会使伫厝的时阵，即届你让我笑，莫搁我甲人你笑。拜托你陪啊，互我笑，互我欢欢喜喜，用一个上健康的肝，互你咱做伙活落去。啊，爸爸主要目屎，嘿，我就看伊迄遗书啊，甲念掉，我就感觉伊可能要振作起来啊。我甲我妈妈讲好了，我妈妈袂使，我妈妈搁咧哭啊。伊讲要
Q 爸爸，但是爱去委屈我，啊，不爱我委屈就是啊。放弃爸爸那个。因为医生讲你也不爱丢，你会当转去啊，你也不爱换，你会怎么转去啊？啊，妈妈你伫哭，我就讲，你拢莫哭啊，你就互我欢喜就好啊。即届我决定要甲恁拼一道，你互我这个歌，等于是恁互我的，即届我来报答恁。我咧甲讲啊。我请考虑。啊，即摆若靠爸爸有机会接无？我开看卖，我开看卖。哎呀，会可以一个撒来。伊可能嘛，即摆咧甲护士咧打比赛啊。你形容，安尼爸爸都是健康啊。嘿啦。啊，你形容甲讲我爱你，看会什么反应啊？会啦，我甲看卖。来。你家己伫咧病院吗？伊家己即摆家己咧病院。会无咱莫甲吵。喂。爸爸哦。啊，你有较好无？有啦。啊，你咧创啥？差不多行路啊。哦，咧行路。啊，有甲护士咧佚佗无？有啦，我就讲你又讲我家己放，啊，你就为着要叫护士，哦，家己放掉呢。啊，拢会使嘛，因为我听医生讲，我有咧发炎，发炎，搁会排斥安尼啊，身躯较好无？差不多啦。啊，爸爸，我爱你啦。好啦，我爱你啦。哦，好啦，安尼你爱较骨力的哦，爱健康的。好啦，你同意啊？无啦，那录影爸爸，我黄登辉，我嘛爱你啦。啊，爸爸你好，我叫白云啦。哎呀，我嘛爱你啊。爸爸，我夏雨欣啊，我就爱你耶。哥哥，我是阿喜啦。这个囡仔叫人叫哥哥，上面练啥？谢谢啦，恁大家关心。你当初是哪来接受迄个海产业的歌是安那？啊，囡仔人你都知，是大人较歹吼，会好人都。开一刀安尼就对啦。好就卖。对啦，对，呀，咱是大人的心情是安尼啦。唔甘啦，唔甘啦，嘿啦。好啦，安尼啊好啊，休困，啊我明仔大家去甲伊看咧。好，拜拜。有啦。你看爸爸袂歹。其实讲话还是有一点元气可以的。有点。迄声音有精神，精神啊，价值啦。嘿啦。你这个故事真正会当，我感觉唔是讲干那互咱这个少年人啊，咱这个同学，包括咱大人。也是甚至讲，咱的士大人，拢爱合适咱海产这种精神。对啦，有好。咱唔知咱当时要离开，但是咱只要活的一天每一天，看到爸爸妈妈，互伊甲笑一个，甲揽一个，啊讲一个我爱你，安尼就够，爸爸妈妈就爱安尼。对啦。好啦，啊你有要靠恁囝无啊？我靠，用怎啊？啊，迄落我即马甲讲我爱你哦。嘿啦，你甲讲你需要关啦。看伊要关无？我要关无？伊随甲你挂电话。你唔好卡，你知为虾米？我对恁囝的了解哦，伊袂关。你挂掉加伤心的尔。你我这里20几年啊，你怪怪个怪。你哭出来。唔是感动咗，我老台。我是。你该会考，我才生一个安尼啦吼，我就是卖卡。会啦，你足感动啊！这就足好呀。哎呀，你看对只几嘛，目眶红光光啊。我什么？对啊。各位同学啊，你看到的，这就是咱的艺人。对啦。伊台顶会讲笑，其实私底下吼，做人拢足好的。对。足有效的。这就是恁爱合适的学长啊，安尼啦。安尼恁知影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安尼学长啊，来甲咱青年高中最后迄个slogan，互你看一下啦。好啦，希望大家会当快听啊。系啦，好听，安来，来，青年高中，快听！谢谢各位。